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olette。今日係我第一次成功用策略做到嘅 trade， 超開心啊！開咗呢個 channel， 唔知做咩，想記錄一下成長同埋進步緊嘅自己。都歡迎大家，如果同我喺同一條路上面進發緊嘅，都可以話俾我知，留低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 撳一撳個 subscribe 掣。希望我哋都一齊喺 trading 嘅路上成長。今日我做嘅呢個 trade 咧，其實係超級開心。本身咧整理緊老師嘅 notes 啦，因為我都有上唔同老師嘅堂，去到學習唔同嘅知識。咁當中學緊區間交易嘅一啲細項。然後當我想實戰嘅時候咧，我反叛同埋比較調皮，靈機一觸又轉咗陣。我溫緊嘅係區間交易，但係又令我醒起另一堂學過嘅循環學。咁喺橫行完之後，其實就會爆邊啦。然後當我計算得出，知道咗恒指 HK50 期貨而家行緊嘅係一個喺框架入面，即係 percentage 係吻合嘅橫行。咁呢時候我就諗其實會唔會搏佢爆邊？都唔係搏，佢一定會爆邊。即係會唔會等佢爆邊會比較好咧？咁於是喺我嘅手速超慢嘅情況下，係我計數係超差，我數學係好差好差。但係好彩有其他科咧令我入到U 嘅，但係當年我都好驚，因為數學呢一科搞到入唔到 U， 咁所以我計數我記得有啲慢啦，雖然都有 TradingView 啲工具幫手。咁當我計緊數嘅途中咧，佢就已經爆緊上去，咁所以我就快啲咧計咗嗰個2:1嘅比例啦，老師教嘅嗰個方法，然後就坐喺度等佢食糊嘅，好開心好開心，因為係我人生第一次真係唔使急食咁，我唔使望住佢究竟升定跌啊，蝕幾多賺幾多，完全唔使。我甚至乎係真係唔記得自己落咗呢套 trade 添啊！即係大概過咗5至6個鐘左右啦，做完嘢之後翻到屋企突然間諗，我未睇喎，都幾正嘅感覺。然後一打開，哇，贏咗！其實咧都好少錢嘅就賺咗，不過咧同埋我仲用模擬倉啦，即係 demo 啦，又唔係用真錢，仲要贏得好少，但係我係超開心，因為咧今次同以前嘅我唔同啦。以前我係賭博成分係99.99%，成日都要運氣啊，識少少扮代表啊，小聰明。而家咧我係真係測試緊個策略。咁今次係我測試第一次成功之後咧，我每一日都會嘗試去測一次，睇下可唔可以 keep 住一個月 OK 就到3個月，3個月 OK 就到半年，最後咧1年之後我先會用真錢去到買嘅。可能大家會諗咁耐先做 trade， 啲機會咪冇晒咯。咁大家千祈不要荒謬。我之前輸錢嘅時候，其實就因為好驚失去機會，但係我只係想講，股票嘅市場係永遠都會有機會，永遠都會有機會獲利，亦都永遠會有機會會蝕錢。咁即係點啊？嗰年等於冇講，咁梗係唔係啦。有機會賺錢係因為我嘅裝備已經夠，我裝備好晒先上路。咁會唔會俾人插一刀？咁梗係會啦，都有風險噶嘛。就算戴晒盔甲，可能條頸入面插入嚟，或者咩都好啦。市場係險惡嘅，